靈情詩語哥林多後書9章1至5節，樂意捐獻。論到供給聖徒的事，我不必寫信給你們，因為我知道你們樂意的心，常對馬其頓人誇獎你們，說亞該亞人預備好了，已經有1年了，並且你們的熱心激動了許多人。但我打發那幾位弟兄去，要叫你們照我的話預備妥當，免得我們在這事上誇獎你們的話落了空。萬一有馬其頓人與我同去，見你們沒有預備，就叫我們所確信的反成了羞愧，你們羞愧就更不用說了。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幾位弟兄先到你們那裏去，把從前所應許的捐資預備妥當，就顯出你們所捐的是出於樂意，不是出於勉強。保羅將自己打算告訴俾哥林多教會，冇幾耐提多同2個弟兄將會到佢哋嗰度，為咗催促佢哋將快快完成收集詞彙，以便佢哋盡早送到猶大地。保羅喺呢度再一次提醒佢哋捐獻嘅事情。1至4節，確信成羞愧，沒有預備。保羅再一次提佢哋詞彙俾耶路撒冷嘅事，因為喺1年之前，佢已經向佢哋呼籲，佢都喺馬其頓人面前誇獎佢哋樂意嘅心，都深信佢哋成為熱心捐獻嘅驅動者，影響周邊嘅教會模仿去做。如今保羅打發3個弟兄去，期望佢哋已經收集好捐獻，免致佢哋嚟到嘅時候，原來仲未做。呢個係對佢哋嘅誇獎落空，都成為佢哋同保羅嘅羞愧，因為佢哋冇信守諾言。第5節，樂意的表達早有預備。因此保羅希望哥林多教會喺3個弟兄未到之前，早已辦妥呢個捐獻嘅事，咁樣就表達出佢哋樂捐嘅心，並唔係出於勉強，都唔係保羅以權威要佢哋屈服去做。保羅咁樣對哥林多教會講，係咪太過分呢？絕對唔係，因為第一，哥林多教會曾經承諾過嘅；第二，對窮乏肢體施援手係理應當作嘅事。呢度又叫人反省到，第一，我哋係咪能夠對有需要嘅肢體作及時嘅援手呢？第二，有屬靈嘅勇氣提醒作詞彙。第三，我哋要信守承諾，免得蒙羞。親愛天父，對有需要嘅人，我哋應當立刻施以援手，信守承諾，求主俾我哋樂意施予嘅心，叫窮乏嘅人得幫助。阿們。問題思想：第一，我哋點樣建立正確嘅金錢觀呢？第二，你有冇經歷施比受更為有福呢？第三，我哋有冇實踐慈惠嘅事情呢？請再讀以上經文，寫低靈修札記。